行政院长杜英泰暂定案，未来8年是要投入807亿掠捞，预计到121年的时阵，这全国漏水的比率会降到10%。另外，经济部是开始咧检讨水钱，这台水公司是讲，因一直拢有在检讨水钱的成本，起价是希望大家会当珍惜水资源。风城这用水大户可能会升起，冰金会起死啥？水价是国家跟人民必须勇敢面对的问题。我希望经济部启动合理的检讨，适时提出报告。31年的水价拢无起，继续得要出现波动。目前国内水价分做4级，第一段是10度以下7.35块，第二段是11至30度，每一度是9.45块，第三段是31至50度，每一度11.55块，第四段是51度以上，每一度12.075块。水价的一个机制的一个检讨，让我们这个社会大众能够了解到水资源的一个珍贵，大家更能来节省这些用水。台水公司回应，一直拢有针对水价做检讨，虽然目前水价新方案也未公布，但过传出水费起价幅度可能会扩大，一定开始为第四段50度以上，针对用水大户来做水价调整，无排除增加200度、1000度，也有4000度的级数，起25%起跳，平均水价可能会为10.7块，又还到将近15块，起价幅度差不多4成。调整太多的话，物价波动、经营成本都会影响嘛。行政院在调整这些方案的时候，不要调整幅度太大。台水相关的这些维护维修费用这成本已经不少几倍了。我认为这次的调整当然是某种程度上要弥补它的亏损。专家表示，若做水费真正调悬，可能会影响部分物价起价，不过嘛会当予使用者更加珍惜用水。对这代志，行政院嘛确定要推测降低漏水率的计划。113年漏水率已经降到11.99%，121年漏水率要降到9.77%。未来8年要投入807.7亿，逐年省5910万立方公尺的水量，予珍惜的水资源，袂因为漏水问题白白了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